每一个人拢需要被尊重，大家同意吗？一个人若无受到人的尊重，心内会真艰苦。就算是讲咱是一个身经百战吼，真有经验的业务员，若拄到一个拗客，心内嘛是会真郁卒吼。虽然表面无表现出来，但是心内永远感觉啊，毋知之前有一个广告咱捌看过无？一个人讲伊我记了无毋对，是讲到卖厝，卖厝讲逐遍若出去，然后捡迄个人客来甲问吼，就亲像机关枪啊，滴吼，滴啊规身躯拢穿空啦。然后转来的时阵，太太问伊讲，今仔日过了好无？伊笑起来讲袂歹啊。然后将西装脱起来前，后壁的设置都破一个大坑哦。原来是去互这客户用真毒的话安尼扁啊，规身躯拢空。尊重是人际关系内底真要紧的一项事。尊重，互人有温暖；尊重，互人肯定；尊重，互对方知影伊是要紧的。尊重也会带互人鼓励，而且尊重所带出来的影响，毋若是外表的影响，是对内底来产出的影响。咱要影响人有两种方式，一种咱是用尊重的态度来影响伊，互对方的心内有一个新的角度，互对方的心内对家己，因为伊对心中对家己有一个对家己所做有一个无共款的高度的期待，所以伊的行为来改变。另外一种呢，是你甲骂、甲批评、甲威胁，用你甲要求将伊的自尊来压落去，互伊毋敢反抗你，这是另外一个路线。你介意对一种呢？或者安尼问好啊？对一种会当带来人的心甘愿的改变，你感觉是对一种呢？我相信拢是头前迄种，尊重带互人的改变，比批评搁较深，搁较久。所以咱甲边仔兄弟讲，尊重带互人的改变是搁较深的，甲讲一来。无毋对，我必须要承认一项事，就是尊重带互人的改变，通常拢较久啦，通常拢较慢啦。有时咱若急起来的时阵，哦，你若为什么就是要安尼做哦？有时我嘛常常反省家己。咱也知影蔡做官即马要3岁啊，足贱的啦！少勇较乖，足济哦，实在是真正是求助帮赞，定定嘛是拢边仔拢厝内拢做骨力机笑，骨力机笑毋是摕来画图，是摕来讲尻川的啊。但是拢是这拢真正有限哦，这种真正有限。你发现讲奇怪，讲落去真正伊3分钟都袂记一啦。3分钟袂记一共款嘛是犯共款的错误，讲袂使爬起你电视柜顶面，伊嘛是佫会爬起你。但是当咱甲尊重的是讲你好棒，他就吼足欢喜的，然后迄个影响真久长。然后讲哇你是好帮手，哦伊就欢喜啊，讲哇你好棒啊，会帮弟弟的尿布拿去垃圾桶丢嘞，你好棒哦，会甲弟弟的这个胎哥的衫摕去澹，你好棒。伊就真欢喜，真做一个好的斗骹手。今日咱所读到的经文是腓立门书，这是使徒保罗所写的。使徒保罗有4件的旅游报道，咱知影伫逐所在宣教，伊熟悉，伊接触到真侪人，伊有真侪的同工，伊也有真侪兄弟姊妹信徒，伊也接触到无信耶稣的，也是种种，甚至是遮个迫害伊的人。也是官府等等，
所以伊有建立真侪无共款的人际关系。所以关系到人际关系，保罗嘛常常来教导咱，保罗常常教导咱，咱来看保罗一寡教导，咱来读者好无？来，请咱看这周报顶面的罗马书第12章的18节，咱来读来。若是会当，总是爱尽力甲正人来和睦。所以甲咱讲，真正伫咱要传福音，咱要做逐项的事，真正爱尽力。甲正人来和睦，咱搁来读后壁的，咱来读来，咱着爱追求和睦的事，甲彼此建立德行的事。这是罗马书14章，咱搁来读后壁才来。上帝召咱是爱咱来和睦。我想到就互咱想到耶稣所讲的话嘛，毋是安尼嘛？耶稣所讲的话，若是勉励咱伫人际关系顶面。就爱真做一个互人和睦的人，因为这是有福气，伊要受称作上帝的囝儿。保罗本身也是真正一个好的人际关系的模范，毋是讲伊无坚持伫伊的信仰原则，伊有坚持伫伊的信仰原则，但是伊搁较会当甲大家有一个好的同工的关系。今仔日咱要看腓立门书，真感谢主。拄则庆祝即书带咱来读，无简单呢。你毋知伊全部拢读英文的呢，全部拢读白话字。感谢主互咱看见咱的即书会当用白话字将一篇的圣经、一本圣经一卷的圣经全部来读了。真正是真正优秀，真正好。咱看到腓立门书内底安怎来讲到迄个尊重，保罗安怎表达伊的尊重？腓立门书的背景是虾米款的情形呢？腓立门书是讲到保罗伊关伫监牢内底，但是伫伊关伫监牢内底的时阵，伊犹原接触着一位来传扬福音互一个人。这个人叫做阿尼西摩。这阿尼西摩伊的角色是虾米款的角色？伊原底是别人的奴隶，但是伊可能是逃走的吧？可能是逃走到伫外地，然后伫外地所在得到保罗来甲伊传福音，所以信主了后，保罗来鼓励伊，伊也要做一项。保罗鼓励伊来做一项代志，这项代志是真无简单，就是鼓励伊。返去伊逃走出来的所在，这需要勇气无？这需要勇气。所以咱看见这个阿尼西摩，伊愿意返去伊逃走的所在。你想有可能头家会甲伊算小对无？有可能头家会来责罚伊、歹款待伊。但是所以咱看见阿尼西摩愿意踏出这步，伊的生命有改变无？伊的生命有改变，所以保罗就为这个兄弟写一张批，要寄去伊，互伊的主人。伊的主人就是腓立门。要写批，甲伊的主人讲：，这个你早前伫你遐逃闪出来迄个罗卜，伊得到福音吗？伊生命改变，即马我期待你会当接纳伊，会当因为伊的生命真正更新，你会当搁一遍来接纳伊，来伫你的家庭内底来奉待你。所以这是一卷接纳的批信，这是一卷勉励腓立门会当接纳这个人的批信。所以咱看见保罗安怎来写批呢？保罗写批是表达出伊有虾米款的心境，伊是伫批信内底安怎表达出伊对人的尊重。咱看到这个批信内底第一个，互咱看到的是保罗安怎尊重别人，伊真诚肯定对方的优点。请咱做伙讲来，真诚肯定对方的优点。伫咧腓立门书的第4节到第6节的所在，伊安尼讲，伊对伊写批内底写讲：我常常感谢我的上帝，伫我祈祷的当中来笑脸你，因为听见你的仁爱，甲你所有的信，就是对主耶稣甲显出的正信徒的。愿你的信会三通有功效，深在恁中间逐项的好来归伫基督。伊一开始写批的一开始，伊就安尼讲。阿尼西摩啊，我常常为你祈祷。
一个人想尊重，咱要基督徒要尊重别人，其中有一项真好的，就是咱爱常常替对方来祈祷，替伊祈祷，替伊祈祷，祈祷啥物呢？毋是祈祷讲主啊，伊偌歹拄偌歹，你甲讲尻川就好，你甲讲，你一定爱甲讲，你知影伊偌歹无？毋是安尼，伊是祈祷讲主啊，伊的信实在是真水的信，求你加添伊的信心，加添伊的疼心，互伊伫迄个所在来高举伊的性命。保罗搁安尼讲，你的疼心，互我的心感觉到真大的欢喜。兄弟姊妹，你敢有常常肯定你周遭的人，肯定因的优点？咱感觉伊做了好是理所当然，伊做了无好，咱就甲责备吗？咱用一个真悬的标准来要求彼此吗？互伊感觉讲伊安怎做拢无法度达到咱的标准吗？咱敢会当用一个安尼，伊的心内敢有感觉到咱的尊重，还是伊会感觉讲，好像你都要我每一件事情都要拢得爱要求我每一项拢爱照你的要求咧？咱敢会当学习用一个真诚肯定对方的优点？哦，咱俗语一句讲男马安怎？嘛有一步踢吼，你想看觅，你若学了迄只马，学了讲你即骹吼踢了真正有水，你想迄只马有可能发生啥物代志？伊会加踢几个互你看着无？吼，伊若是体会到你的肯定，伊的态度会渐渐改变。所以人甲人的关系内底，真诚肯定对方的优点是真正要紧的。所以这个时阵，互大家咱小可想一下，你坐伫你边仔的人有啥物优点？小可想一下，吼，来甲伊肯定一下，吼，小可想一下，来互大家10秒钟想一下，然后甲讲一下讲某咪人啊，我感觉吼，你某一个部分实在真好。开始。我感觉你即马即个。甲带大家唱诗歌，这是真好。是讲聚会的时阵吼，大声来带大家就是讲带领大家敬拜上帝，真好。咱是有限的人，上帝的。鼓励咱咧一步一步，甲咱带领，加油啦！嘿，上帝，有进步，有快乐的心，对我甲你肯定。你无甲我肯定者，无甲我肯定者，我优点。你有点低了，我甲你有想过正规的职业导游啊？在讲你一定有较大。信仰方面嘛，真侪部分嘛是爱甲恁学习啦，咱是互相学习。就是阮是信仰方面是专业尔啊，但是其他部分嘛是嘿啊，真侪互相学习，感谢主，感谢主。啊啦，保佑这你安怎？你发生啥物代志？哦，是好，多谢哈，感谢主哈。拄则若是牧师讲的讲吼，这个时阵，你爱甲边仔人讲老实话，甲伊讲一项伊的缺点，认真甲讲。你想大家迄气氛会安怎？哦，大家气氛会真无共款吼。然后等者吼，大家散会吼，拢飙出教会啊，紧拢走出去吼，因为今仔日期末钱真袂用吼，拢走出去啊。所以讲，咱看见尊重，真要紧的，就是爱学习去发现别人的优点，爱学习讲会出来。这有诶，
咱有先咱的成长的背景就是安尼吼，咱拢做够嫌的啊，咱拢做够嫌的讲，阮囝即个毋正搞吼，毋正囡仔，咱常常拢讲即款话对无？咱讲，你不要称赞我儿子啦。吼，阮囝遮做害你拢毋知啦，牧师啊，你毋知啦，伊吼安怎拄安怎呢？见讲拢讲袂听啦，牧师你甲骂一下啦。哦，莫怪咱囝无爱来教会的，哦，安尼敢若牧师，咱拢一直甲牧师斗，牧师看牧师若拄着我，一定甲我骂安尼，莫怪我毋敢来教会啊！不要这样子啦，不要这样子啦，吼！发现伊的优点，伊嘛有进步嘛，伊嘛有进步，哦，这是咱的一个肯定。确实人拢有限。但是伫尊重，互伊一个空间，继续鼓励伊来成长。第二项，咱看到保罗伊对腓利门用什么款的态度？伊无用身份甲经历来要求对方，请咱讲一下来，无用身份经历来要求对方。讲沟通的时阵，上惊就是我不管，我无要听你讲。因为我的角色是啥物，所以你敢若会使听我讲。毋管安怎，拢莫讲，你拢加讲，拢莫讲，即摆开始听我讲就好啊。请问你会听伊讲无？会听啦吼。请问听过去了后安怎？佮放互过对无？因为你听是会听，但是你的心敢会听？袂听，因为你感觉袂到迄个尊重，你感觉袂到尊重，所以伊的话拍袂到你的心。所以咱看去保罗安怎讲？保罗讲，虽然我靠伫基督的，我伫基督内面，我会当来直接要求你，但是我无爱安尼，我要用伫听的内底来求你。保罗腓利门。是保罗所带出来的门徒，所以讲保罗来要求伊所带出来的学生合理无？保罗会使甲要求无？会使，伊是保罗带伊信主，但是保罗无做即项的代志。保罗邀请伊，保罗互伊来吩咐伊，用听伫听的内面来吩咐伊。所以咱看保罗将伊的放下身段。放下身段，人甲人的关系内底，咱拢总用一个屈膝的时阵，你会发现真侪的部分，你无法度真实来 touch 到对方的心。所以求主帮咱，咱爱放下身段来甲人互动，这是一个真要紧的尊重。甲边的人讲者，咱爱放下咱的身段，讲一来。放下咱的身段，爸母有时阵嘛是爱放下身段啦。囝儿有时嘛爱放下咱的身段，因为咱知影即摆囝儿其实嘛真大吼。哦，爸母袂当骂囝儿，但是囝儿骂爸母有时阵是骂了真直接。咱应该将咱的即个表达的方式，咱拢应该爱对对方有一个尊重，有一个礼貌啦，有一个礼貌。尊重嘛是礼貌，尊重是啥物？尊重就是看别人最要紧嘛。看重尊别人最重啊，所以讲咱要安怎伫即个听的内底来尊重，互尊重也是互对方体会到迄个听。保罗安怎对人尊重呢？伊对人的未来充满愿望，请主讲一来，对人的未来充满愿望。保罗无因为即个阿尼西摩过去是一个逃走出来的人，所以伊就否定了伊的一生。伊无因为过去犯了错误，伊就感觉这人永远拢袂用值。当伊看见阿尼西摩性命的改变的时阵，伊就肯定伊，甚至为伊写批互伊进前的主人来勉励伊的主人，会当搁一遍使用这个人。你看保罗有看重，有对这个阿尼西摩有一个真深的肯定。伊甲腓利门讲。这个人过去对你无利益，因为伊是一个逃走出来的萝卜。但是即摆已经无共款啦，伊的性命已经改变啦。
伊即马对你是真有利益的，因为伊是我伫这少年内底，我受关监的时阵所生的囝，信仰内底的后生，是我心中的一个人，所以伊对阿尼西摩的未来充满着愿望。咱要尊重一个人，咱安怎看重？咱安怎看咱身躯边的人？无毋对，咱对咱身躯边的人，嘛是爱有一个敬虔的心，因为有歹人对无？有歹人，咱看见最近的新闻，互咱真通惊，竟然去啉咖啡，拢会去互刣死咯。竟然去安尼，竟然去甲安尼，逐工去啉咖啡，欢欢喜喜的代志都会出现即个凶杀案，遮尔恐怖。虽然咱毋知影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今日社会人心是真黑暗，咱知。但是咱看待人，咱敢会当伫耶稣基督的内面看每一个性命拢是尊贵的。咱敢会当伫耶稣基督的内面看每一个性命拢是有机会。咱甲互相鼓励者，每一个人伫基督内面拢有愿望。甲讲一来，伫基督内面拢有愿望。一方面提醒咱着爱传福音，另外一方面也是互咱会当对人存着一个愿望。无毋对，有人有可能做歹，但是人嘛有可能，因为人嘛有可能来发挥伊所会当发挥。你若否定一个人，伊就会行往你所否定的方向去。但是你若肯定一个人，你嘛愿望一个人，伊嘛是有可能会失败。但是伊永远有迄个机会来成功，这是有风险。但是你甘愿来冒这个险，来栽培、来培养、来鼓励一个人呢？保罗安怎尊重人？保罗为对方保留空间，无自作主张，不自作主张啦。咱请咱讲者，不要自作主张，讲者来。保罗讲：我伫监狱内底，我会当甲阿尼西摩留伫我的身躯边来替我帮衬。但是保罗讲：我甲腓利门讲，伊本来是你的奴仆，所以我毋知影你的想法安怎，我就无家己做主张。人甲人常常咱尊重吼，有像你无尊重我，为啥无尊重我？因为一句话讲，你无问过啥物，无问过我。你无问过我，你就做决定。各位兄弟姊妹，无简单呐！有时逐项的代志，拢要问透透，有容易无？无容易。人甲人有时阵都会迄个袂拄好，吼，喙齿有时嘛会补着，喙齿着无？拢有时阵会无细致，但是咱永远爱对家己有一个悬，期待家己有一个悬的要求，就是当咱要做一个部分的时阵，咱会当充分来尊重着对方的看法。会记即咯，请咱会记即。牧师咧讲即个时阵，咱毋通来想着讲对啦，迄伊着爱尊重我甲对。伊哪会当无了解我的想法，着做即个决定呢？你敢愿意换一个方向来想，就是我敢有充分来了解伊的想法，我敢有充分来好好来听伊的想法。通常人际关系的问题拢是讲，你怎么没有听我的？你怎么没有听我？你怎么没有听我的？但是较少咧讲到讲，天哪，我怎么没有好好听你的？我怎么会这样子呢？我怎么没有好好听你的声音呢？家庭关系嘛是同款嘛。爸母拢感觉囝儿，你若无听我的，我意见较好呢。囝儿嘛是安尼想对无？囝儿嘛是安尼讲，你怎么都不了解我，都不知道我要的是什么？但是迄换一个角度是遐尼宝贵的代志，换一个角度，爸母想讲，到底我孩子要的是什么？换一个角度，咱的囝儿想讲，到底爸母所欢乐的是啥？到底爸母为什么会安尼要求我？为什么爸母要讲这句话？迄个刺耳的背后是什么意思？那人哪会当安尼换一个角度来想，毋知是偌好的事。保罗尊重
保罗尽量来注意，尽量注意对方的想法，互对方有一寡空间来好好，互对方会当来表达伊的想法，咱也应该有安尼来学习。第五项，保罗伊嘛真诚表达家己的想法，请做伙讲来，真诚表达家己的想法，表达对人的尊重。将家己的想法讲出来嘛，是一项尊重。有时咱拢无爱讲，迄就是表示讲，牛牵到北顶嘛是牛啦。总讲一句，你就是一只牛嘛。所以我无爱甲你讲，因为你是牛，我是人，我哪会当将我讲互你，你嘛是听无嘛。我讲互你，你嘛是哦，算了，我莫讲。这毋是一种尊重，尊重是讲。我相信你有可能会当接受我的事，我相信你会当理解我的想法。你无可能会当完全接受，但是我相信你有迄个理解我的想法。我会当将我的想法表达出来。我尊重你。保罗甲腓利门安尼讲，伊暂时离开你，是要互你永远得到伊，无过是罗卜，是关过罗卜的身份，正做是兄弟的身份。伫我实在是安尼。何况伫你咧？所以保罗真实在将伊的想法来表达，互腓利门会当来了解。最后，保罗勇敢承担责任，尊重是啥物？尊重也是勇敢承担责任。咱做伙讲起来，勇敢承担责任。保罗讲，伊若亏欠你啥物，拢算我的。人甲人的关系内底，即款的承担。也是真正，即款承担也是真正要紧。若是每一遍人甲人的互动内底，拄着问题，想讲，敢是我的代志，敢是我的问题，你嘛要检讨你家己，逐项代志拢要撒互别人的时阵，这毋是对人的一个尊重。咱勇敢承担，甚至别人的缺点，咱毋敢会当来甲弥补。别人的缺点，咱也是爱弥补。教会的服侍嘛是安尼啊。牧师关心袂到，咱会当关心；长老做袂到，咱会当来斗相共；即事无开力无够野，咱会当来斗相共。咱互相来相体系，咱拢是无完全的人，但是咱会当互相相体系，因为这就是咱互相的尊重。尊重绝对毋是家己顾家己好就好啊，我的范围莫出代志就好啊。你的部分若是安怎？不要紧，我有做好我的代志就好啊，我莫互怪罪就好啊，这毋是一个尊重。求主帮助，互咱会当拍开咱的心门。保罗真尊重人，但是阁有一位比保罗更较尊重的，就是上帝对咱的尊重。上帝对人的尊重赢过保罗的态度。上帝尊重你，上帝无勉强你。上帝无勉强你爱照伊的旨意来行，亲像机器人共款。上帝无勉强咱，伫创世纪内底，伊无勉强咱，敢若会当食遐个树仔的果子。上帝嘛是互咱有自由，互咱会当来食迄种袂当食的果子。上帝尊重咱，上帝尊重咱，看重人。甚至因为尊重，愿意差遣伊的独生囝来到这个世间，为着你，为着我来定死伫十字架顶。上帝尊重咱，所以要听候咱；上帝尊重咱，所以超找咱；上帝尊重咱，所以将伊上大的救恩施落互咱。各位兄弟姊妹，你看会到上帝的尊重吗？你看得到上帝的疼吗？他是上帝呢，他是上帝呢。你想看吗？伊是上帝呢。他可不可以把我们抓起来，摇一摇，摇一摇，再把我们放下去？可以，摇一摇，放下去。哦，你是上帝，你是上帝。他可以这样子做，但是他有这样子做吗？伊无安尼做。伊听候，伊用上帝的话来带领咱，伊用咱身躯边的人来鼓励咱，听候咱，
因为伊真正尊重，互咱空间，肯定咱，鼓励咱，吸引咱来就近伊。各位兄弟姊妹，咱敢会当体会到上帝的尊重？咱敢袂当用上帝的尊重来成做咱生命的特质，互咱会当来行这条水的道路，互咱会当活出一个水的人际关系。咱三甲来祈祷。主悲的天父，上帝，阮要感谢你，你尊重阮，你互阮毋忘，阮要学了你。主啊，阮也感谢你的恩典。伫阮迷失的时阵，你挺候阮；伫阮软正的时，你帮助阮。主，阮即时啊，恳求主，你也帮助，互阮甲人的关系内底，迄个尊重会当来改变。主，阮知阮有时阵真急性，主，阮有时阵伫冲动的内底讲出的话，实在是刺插。主啊，求你来帮助，互阮真正会当体会到你的尊重，也当对人对保罗的学习，对人保持一个礼貌，保持一个看重，会当用正面的眼光来讲话，来看对方，会当为对方来保留空间，互伊会当来成长，互伊毋是勉强，是甘愿。主啊，求你，互阮也看见家己的缺点，毋若是期待别人的改变，搁较要紧的是，阮爱家己先来改变家己。阮将阳光归伫你，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